其實做人真係唔好睇唔起任何一個眾生，唔好亂咁同人或者係唔係人嘅嘢結仇。你今日講哇咁都算，聽日就可能話咁都關我事，後面嘅麻煩真係無完無了，唔係講笑啊！我聽過有位道居士佢講嘅細佬，平時成日口硬，鬼神迷信嚟噶啦，結果點啊？俾嗰啲睇唔到嘅朋友教訓到入醫院，你話邪唔邪？有啲嘢你可以話迷信，但人哋唔會因為你唔信就唔存在噶嘛。其實好現實噶，你行運嘅時候氣場勁，個人精神，連鬼神都讓你三分。算啦，呢個最近旺緊，唔好搞佢啦。但你一衰起上嚟，運低到貼地，佢哋就可能出嚟關心下你。講白啲，人行好運，連鬼都俾面；人倒霉，連空氣都同你作對啊！講翻個更誇張嘅故事啦。以前有個珠鏡就老居士講過，佢後生嘅時候親眼見過一件事。話說係清朝宣統年間，浙江鄉下有個舉人，讀書人嚟噶，仲好孝順，唔做官，安分守己，家庭過得去啦。有一日中午瞓晏覺，發咗個超高清 4K 夢，夢到有人牽住筆馬過嚟送請帖，仲寫住佢個名。佢開門問邊個請我，對方話我哋大將軍請你。佢心諗我識邊個將軍啊？會唔會搞錯？對方話個名係咪你？係就係，可能係同名同姓，名啱就得啦。上馬啦！一上馬，佢發覺匹馬唔係踩地行，係喺空中飛，簡直古代版空中 Uber。飛到一座金碧輝煌嘅宮殿，成班人開緊會，佢就問邊個將軍？人哋答岳飛。一聽到岳飛，佢即刻醒一半。吓，岳飛宋朝人喎，佢揾我係咪即係我死咗啊？佢心裏面超掙扎，我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兒，唔得噶。點知岳飛升帳開會，仲話想請佢做秘書，準備北伐打金兵。佢見到民族英雄，突然熱血上腦，人早晚都要死，死都可以跟岳飛做事，威啦！不過佢都算有責任感，同岳飛講，俾我翻去交代後事先。岳飛都好人就話好，4個月後我派人再接你。佢醒翻之後，覺得成個夢清晰到爆，唔似發夢，於是開始認真準備後事。屋企人話發夢啫，唔好傻啦。但佢依然堅持，到約定嗰日，佢仲通知親戚朋友嚟送行，大家圍觀，冇病冇痛，你點死啊？佢同大家一一道別，翻房就瞓低。過咗一陣，佢話接我嘅人到咗啦，喺門口。佢老豆心入邊已經爆粗。啊！我得粒仔，你話徵兵就徵兵，最後都頂唔順話，唉，去啦去啦。講完冇幾耐，佢真係斷氣，在場全部人都親眼見到。半年後，辛亥革命爆發，老居士話陽間未打仗，陰間已經先開波啦。講到呢度就有個重點，岳飛呢股怨氣千幾年都未放低。傳統講法話佢仲喺鬼道做鬼王。其實如果佢真係放低呢股怨氣，而佢中意愛國嘅功德，照理應該升天，唔使留喺鬼神道。問題就係嗰個唔甘心嘅念頭始終未放低。所以話呢，做人唔好太囂張，唔好睇死人，更加唔好漠視因果。你話唔信都得，但規矩未必因為你唔信就消失。行運時記得謙卑，衰運時記得反省。最重要唔好俾怨氣綁住自己，否則千幾年都未必放得低。人可以輸一時，唔好輸一世，更唔好因為一口氣困住自己1000年。